我哋一齊通過短視頻學廣東話。我哋睇下喺維安登一日又用咗幾錢？交通方面完全冇用錢，因為盧森堡嘅公共交通係免費嘅。食物方面用咗45歐元。早餐係一杯咖啡、一支水同一份三文治。晏餐點咗一份魚同一支水。今日淨係去咗2個景點。維安登城堡嘅門票係13歐元，再加2歐元嘅語音講解。雨果嘅博物館係免費俾25歲以下嘅人參觀，但係要用2歐元買語音講解。呢一日總共用咗107歐元。今日就到呢度，下條片帶大家去食麥當勞。